这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圣诗147首。你将有救君主，予伊洗清气。你将有救君主，予伊洗清气，将有洗你忧过的宝血，将有专心靠救主得到称义，将有洗你忧过的宝血，将有洗你忧血，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血。你的衫夹有清气白白那洗，染有洗你忧过的宝血。你兼有日日行甲救主相逢，染有洗你忧过的宝血。救主对咱赎罪实在真妥当，染有洗你忧过的宝血。洗你忧血，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血。你的衫夹有清气白白那洗，染有洗你忧过的宝血。心惊屎若落来，你衫夹有白，洗清气你忧过的宝血。咸话念出美版的主题，洗清气你忧过的宝血，减有洗你忧血，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血。你的衫夹有清气白白那洗，减有洗你忧过的宝血。目着做大伊就着隆重替你，洗清气你忧过的宝血。灵魂有话有宝怎通洗清气，摇来洗你忧过的宝血。减有洗你忧血，洗灵魂到清气的宝血。你的衫夹有清气白白那洗，染有洗你忧过的宝血。以这个书40章到48章，讲到将来圣殿的异象，这也是伫第二个圣殿所罗巴伯所要去进前，就已经上帝和先知的异象。让咱对41章看到这个圣殿伊遮的结构，甲伊遮的范围，咱继续要来看第42章，是讲起着圣殿内院遮的房间，以及伫圣殿区域到伊的外墙哦。咱做伙来看下这段的经节。迄个人带我向北行，来到外亭，伊阁带我入去一排厝。遮个厝一面圣殿的空地，一面北边的房间。即排厝长50公尺，宽25公尺。北即边有门，即排厝一面10公尺宽的内亭，一面有铺石板的外亭。即排厝有3站，逐站的走廊3连。即排厝的门拢北，头前有通路，宽5公尺，长50公尺。因为走廊占一寡空间，所以3楼的房间比2楼甲1楼的房间较矮。即排厝有3站，因为无亲像外亭的厝用条厝的，所以3楼的房间比2楼甲1楼的房间较矮。伫外亭，即排厝的头前有一堵墙，甲厝平行，长25公尺。外亭的房间长25公尺。圣殿的房间长50公尺。即排厝下面的东边有一个门，
通到外埕，迄个通路的跨度甲外埕的墙相款。圣殿的南边嘛有一排厝，遮个厝一面往圣殿的空地，一面往南边的厝。煞只伫42章，犹原继续介绍伫即个圣殿，伫圣殿遮个边仔有遮个房间，遮个房间咱昨有看到，就是拢总有一层有30间，3层拢总有90间。先知以西结伊互即个引带伊的即个使者来互伊会当看了真详细。来当通过即个图，看起就是即个紫色的部分，即个紫色的部分，就是即个伊即马所在描写，伫圣殿的北边，甲伫圣殿的南边，就是咱即马看地图的正边，甲即个倒手边，来往东西南北，正边则就是北边，倒手边则就是南边。遮个房间，遮个房间的作用，小咱会当看到。就是伫信服侍者遮个祭司，因所需要来备办遮个祭物，甲备办家己需要有遮个房间，所以而且遮个房间拢袂细间，空间看起来嘛袂细啊，所以即个使者带领先知以西结，是经过北边的门出去了后，搁入来看遮个房间的厝，伫圣殿边仔的房间内底的款式，所以咱看到遮拢是有对称对照遮个建物，甚至无共款的图，咱看到即个平面图，伊是有3层楼遮悬，遮个3层楼。每一个房间，愈起哩，所占的空间愈大，所以即个伫先知，伊咧看遮个字时阵，伊嘛用透过伊所讲的，甲用文字，讲将遮个目睭所看，甲伊记载落来，互伊会当来互后尾人看到遮个文字，大概会当去想象，即个圣殿伊生做的遮个样相，伊大概生做虾米款的形，虾米款的体哦。咱继续看11节，即排厝的头前有一条通路，甲北边迄排厝共款，房间的长宽款式，甲出入口拢甲北边的厝相款。南边遐个房间的下面，甲北边的厝共款。伫通路会开始有门通出入，所以伫圣殿的倒手边、正手边、北边甲南边，遮个厝拢是对仗，拢是生做共款的。北边生做安怎，南边就生做共款的。13节，迄个人甲我讲，南边甲北边面对抗地的房间拢分别做神。伫上主面前服侍的祭司伫遐食祭神的物，祭司伫遮啃祭神的祭物，就是素祭、赎罪祭、甲赔罪祭的祭物。祭司入去圣所了后，袂用得直接出来外埕，就将侍奉上主的时穿的礼服留伫遐的房间，因为遮个礼服是神的，因着穿别种衫。才通亲近会众，所以才会当互咱看到遮遮侪房间，一个用途功能，就是因爱将遮要带入去圣殿的物件，爱通过遮个房间来做处理，处理遮个祭物，嘛爱处理因家己，所以因嘛爱换衫，嘛爱清气家己，然后伫遮来安静心、备办心，要亲近主、服侍主，要炸物件入去的，拢伫即个房间，遮大大细细，1楼到3楼，无共款的房间来安排好势好，入去服侍献祭。等遮个服侍完成要出来时阵，搁爱转来经过遮个房间，到遮个房间爱将遮个神的礼服的衫留伫遮个房间，袂当搁
炸出去，因为这是这敢是咱这个讲的这个无尘室共款，就是经过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换，对迄个性格的甲无性格的，就是通过这个房间，来做切换，会当无将这个垃圾带入去到内底拍垃圾，嘛当将上帝的心祝福，会当来通过这个祭祀的准备，会当来带到因的这个服侍，也是因的躯体，甲因服侍这个众人的中间咯。13节，这是13节到14节，互咱看到15节，迄个人让圣殿内部的寸尺了后，就带我对东门出去，去量圣殿的四周围。伊用路直的牛尺量，东边长250公尺，伊搁踅去北边、南边、西边，因路直的牛尺量，每一边长拢是250公尺。安尼，伊量圣殿的四周围长、宽各250公尺，四周围拢有围墙。隔开神甲属属甲即个属的即个所在，所以即个即个先知，互即个使者来引带，来互伊会当看到内底，即马佫出来，圣殿内部看这房间，这房间看了后，佫出来到外庭，然后佫量这整个圣殿的范围的围墙，安尼就是长宽，拢是250公尺就是一个正方形，拢有墙，甲伊围起来，即个。芦苇是即个路直，伊的即个款是直的，会当做尺来量所以安尼量起来，就互咱知影250公尺，是不只宽的一个即个建筑的即个规模，也是会当伫迄个所在是上帝所启示的，这是比不管是大笔时代所罗门的圣殿，也是修了倒转来，所罗巴伯的圣殿，上大的就是伫即个所罗巴伯甲希律王的时，佮甲扩大，佮来整修，但是呢，嘛是无比即个以西结所看见的即个第三个圣殿的 size 佮较大，佮较大。这是今日咱看的即个42章的经节。伫今日即章，我选第14节来做咱的根据。这是入去圣所了后，袂用得直接出来外庭，就将侍奉上主的时穿的礼服留伫遐的房间，因为遮的礼服是神的，因着穿别种衫，才通亲近会众。所以这是爱有规矩，你要去见上帝，就要换上无尘衣类似安尼，去伫即个无尘室，伫迄个所在来做要紧的工课。出来了后，嘛爱阁将遮个新的留伫内底，袂当带来外口甲伊拍污秽甲拉散。今日即段的圣经42章，互我的学习感受就是，咱要伫主的圣殿来服侍，就要先学习成做一个正确的人。正确的人就是要拼咱家己的心的清气，然后爱去到伫正确的所在，毋通走毋对所在，伫正确的时间，按照正确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代志，所以每一个 SOP， 每一个步骤，拢是真爱认真，嘛爱真注意。今仔日是10月22号，伫1879年，这个发明家，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伊发现讲会当用这个碳丝，来做这个电火球内面的这个这个通电的这个元素，所以互这个烧这个电火会当时间增加到一个电火会当用到13点钟13点钟所以今日咱用的电火拢是几万小时咱用真久嘛爱真感谢这个爱迪生安尼真有耐心，不断的试无共款的这个材料。伫2000年的10月22号，伫咱台北万家的同光长老教会头一届来举行公开的同婚的这个礼拜迄场的
婚礼呢，有4对的女同志，甲1对的男同志哦。这已经经过25年久的时间，我嘛真想要知影讲，迄当时头一对结婚遮的同志们，即马因的婚姻，毋知维持了安怎样。今日是联合国所定的国际口疾日哦，就是爱特别来关心，遮的大姊讲话讲袂清楚，遮的兄弟姊妹来尊重因，嘛互因当得到好的照顾。今日咱伫教会有即个重阳节外展行动，咱即礼拜甲后礼拜拢有哦。即礼拜要去到伫即个春日路的热直心，要含遐有将近50几个遮的长辈，要来甲因过重阳节，嘛要来甲因送礼祝福。今日暗时的祈祷会，咱是台一区诶，即个兄弟要来主理甲分享，也愿上帝会当带领，祝福伫今日暗时的祈祷会中间。今日的祈祷，咱来用约翰一书第1章60到70节所讲的，咱若讲咱甲伊有团契，还佫继续伫黑暗中生活，是讲白插，无实行真理。毋过上帝伫光明中，咱若照安尼伫光明中生活，咱就互相有团契。伊的囝耶稣的血会继续洗清咱拢总的罪。我们若行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万人会当学习伫圣殿内面的祭司，诚做正确的人，伫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所在、正确的方式来做正确的代志。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看见伫祭司先知的异象中间，阮来学习亲像祭司的服侍，爱专心一意，也爱清楚上主你的规矩，也互阮所做拢会当来荣耀主你。主啊，也求你教示阮有遮个聪明智慧，知影安怎样来做一个正确的服侍者，互阮所行所做所讲的一切，要当得到主你的欢喜，也当互四周的人来得到利益甲帮赞，也愿主耶稣的保护来掠查阮，互阮伫主信心内面常常甲主团契沟通三至节。也互阮的言行举止拢会当互主你来分别做信。阮安尼献上恳求、祈祷、感恩，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来吟信诗247首，恁着感谢主上帝。要感谢主上帝，因为主爱永远存在。阿拉称赞永无停，因为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主高万世，因为主爱。
救主名的前线，因为伊主爱永远存在。感谢上帝赐善良，因为伊主爱永远存在。主民安乐各乡，因为伊主爱永远存在。人类将做的刷家，因为伊主爱永远存在。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